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鐵索姑姑小姨媽頻道。呢一條片咧就係講內地租屋嘅資訊啦。但係咧，當我剪完片開始播嗰陣時咧，就唔知會唔會有啲同業嘅朋友仔咧喺條街見到我咧，就追住我嚟打啊！點解？不如大家先跟我嚟去睇樓先 ，Let's go！ 我要變下妝先，Let's go！影片未開始之前，請大家支持訂閱，撳埋隔離個小叮當。好啦，我哋 Let's go。今日咧同大家去嘅樓盤就喺布心，雙地鐵其中有一個比較近嘅就係布心站 D 出口，亦都咧有巴士83號咧就去到羅湖口岸嘅。嗱，先嚟問下大家先，如果你哋想租樓，究竟去邊度揾樓盤啊？當然係附近嘅地產公司啦，啱唔啱？咁要俾個佣金又俾幾多呢？內地嘅租賃市場其實同香港都係一樣啦，佣金呢就係租金嘅一半。一開場白，我未同大家講，有機會我出完呢條片，同業嘅朋友仔會喺條街度秒我啊！點解？不如大家先嚟睇樓先。呢個樓盤幾新㗎，只係入咗伙8個月，喺布心區京基天韻府。其實我舊年佢剛剛入伙嘅時間呢，我嚟睇過一次嘅。我同大家先嚟睇下個沙盤。咦，T-short 你又唔係賣樓，睇沙盤嚟做咩嘢㗎？因為睇沙盤先可以睇到附近有咩設施啊嘛。大家唔係買樓，租樓都要睇附近設施㗎。喺呢度嘅優點就係上地鐵，仲有巴士直去羅湖口岸。呢個樓盤咧就屬於回遷房。回遷房嘅意思咧就係頭先都話俾大家聽，呢度係布心村，就係舊區重建。我要咧放大一下，俾大家睇沙盤裏邊有啲咩特點。嗱，有個球場，前邊嗰個咧就係一間學校。原來咧呢個樓盤咧前後左右都夾住4間學校，包括有小學、幼稚園、中學。唔知大家會唔會好似我咁樣起身起得好晏呢？星期一到星期五，甚至乎星期六早上7點鐘已經唔需要校鬧鐘，你都會起到身啦。嗱，頭先我咪有講開，如果租樓俾個代理費用咧，就係半個月租金噶嘛。今次咧我就冇揾地產代理嚟睇樓噶，不如大家先嚟入屋苑睇下啦。呢度咧就屬於第1期嘅，咁我就上到好高喎，40幾樓啊。呢度咧就屬於2房單位，咁先嚟睇下房先啦。其實今日重點都唔係話睇房嘅，不過咧就有重點㗎，一陣間同大家分享下。京基天韻府咧，所有都有露台啦，因為呢度屬於叫做住宅房啊嘛。佢呢個小區咧有分公寓房嘅喎，但係呢邊咧就屬於民宅。2房單位咧就一個洗手間啦，同埋有一個廚房啦。呢間房咧就比較細啲，咁基本上業主咧都已經裝修好晒㗎啦，因為入咗伙8個月，咁曾經有人住過嘅。再嚟睇下廚房位，廚房咧就唔係 open kitchen 啦，一樣有門啦。咁抽油煙機、煮食爐、洗碗機，同埋咧出邊有個工作陽台。基本上所有家電都齊全㗎啦。T-short 頭先你又話冇揾地產代理，但係我見到有2個人喎。係啊，一陣間話俾你哋聽，佢哋係邊個？1號半1平方，問水問電咯，一樣嚇。幾付啊？業主要22付1，22個月。哦，22付預付2，1年1次。1年1次。業主仲有冇咩具體家電會包啊？有床啊、梳化嗰啲嘢都要買過嚟㗎。床梳化，即係總之我拎包就入住啦，係咪？5800。5600。5600。係啊。可唔可以再講下？可以啊。再傾下都得。仲有一個呢度有雪櫃啊，同埋少個冰洗衣機。邊度有個櫃？呢度有個冰箱喺呢度。即係呢個係佢包埋㗎啦嘛，要。係啊。全部都總之有嘅佢都有，冇嘅佢會添。係咪？嚇，5600蚊租，2押1付，400幾蚊管理費。問水問電係咪？我再睇另外一間都係2房2廳，但係呢個 size 咧就大概10平方左右啦。入屋睇下先啦。有人住喎。係啊，有人住過。仲未走。我先嚟睇下廚房先。係廚房好大下㗎。
廚房有個生活陽台，呢度幾多樓啊？其實呢度係6樓。我6樓。頭先都提過下，呢個小區就入咗伙8個月，雖然呢就有人住過啦，但係啲用家電啊都用得幾新嘅，只不過業主 provide 啲嘢啱唔啱，即係租客自己用咯。電視唔會換㗎啦。電視唔會換啦。大家咧租樓一定要實體啊，因為點解咧？大家先嚟睇下陽台對出係咪內園景啊？但係乜嘢咧？一陣間再同大家講下。呢間屋啦，比頭先第一間睇嘅就大10平方，咁房位咧就差唔多啦，即係房嘅 size 咧，兩間屋都係差唔多啦，2房啦。咁大喺邊度咧？10平方就大咗喺個客廳同埋廚房位。呢個小區就入咗伙8個月，但係大家都睇到有人住過㗎嘛，咁8個月又唔夠1年，咁點呢？喺2020年民法典第14章節租賃合同裏邊，第716條轉租裏邊嘅法則法規同埋合法性，又啱啱同大家講一定要實景睇樓嘅，點解？不如聽下小哥哥講下。原來小哥哥講前方矮嗰棟啦，就係一間中學嚟㗎。如果大家每一日都7點前起身住呢度，冇乜問題嘅，我就一定唔得啦。呢個要6700啊，房間差唔多啫噃，大啲啲啫喎。係啊，你客廳都大好多。我鐵索又總結下2間租金先，第一間5600蚊，呢一間就6700蚊。但係溫馨提示，喺內地租樓，所有嘅管業費即係管理費啊，都係由租客俾錢㗎。啱啱同小哥哥了解過，了解咩呢？如果有朋友係開車㗎啦，喺呢個小區暫時係免停車場費用㗎，直至停車場管理公司咧攞晒所有牌照之後，先至會收停車場費嘅。一開始入呢個屋苑，我未冇揾附近地產帶我睇屋，但係大家又見到2個小哥哥，究竟佢哋係邊個呢？我自己睇樓一般咧，就係睇啱一個屋苑之後咧，我就膽粗粗行上去，佢嘅入閘位就會有保安亭嘅。咁保安亭就有保安嘅人員啦，我咧就會問佢哋究竟呢個小區有冇樓租啊？本身保安亭咧就屬於管業處嘅，咁佢哋就會派同事帶我睇現時有房源嘅租盤，由業主交俾管業處放出嚟嘅租盤，一般咧都要收呢個叫做辛苦費。咁當然啦，每一個屋苑嘅收費都唔一樣，大概現時嘅市場價錢就係1/4嘅月租金。當然啦，大家如果想搬嚟內地住，想多睇啲唔同嘅房型或者唔同嘅位置，必然一定要揾有牌嘅地產代理帶你哋去睇樓啊，因為避免踩雷啊！好啦，今日視頻嚟到呢度，我哋下一輯再見，拜拜！仲未訂閱鐵索姑姑小姨媽頻道，請你支持訂閱、點讚、分享、留言，多謝收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